Hello，我係美聯物業 L 不關。今次我介紹呢個中環嘅甲級寫字樓，就係花園道3號啦。佢係一個雙子式嘅甲級寫字樓。我哋一齊入去睇睇啊！今次我介紹呢個中國工商銀行大廈一個高層有裝修又有家私嘅靚山景單位，大家一齊入去睇睇啊！單位建築面積1400幾平方尺，會議室同老闆房都可以望到開揚嘅山景。咁靚嘅風景喺度返工都零舍開心啲啦！出邊嘅員工工作間都非常之闊落，而老闆房一樣可以望到山景，更加望到唔錯嘅海景㗎。如果你有興趣睇呢個單位的話，記得 call 我 L 不關，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喇，我一定可以幫到你。